盐控水资源回收中心除了将污水再处理，提供民众伫生活用水以外，透过这款RO过滤的制程，清气的程度竟当提供台积电等高科技厂商用水。虽然比自来水贵免2-3倍，不过伫现在欠水的危机相当珍贵。5月底每一天会当供应8000吨。内政部长徐国勇上午伫市场5月条陪同，嘛来到盐控的水厂见证第一阶段开始出水的执行成果。部长强调，超前部署得希望无欠水，净化污水成好水。没有下雨，所以这是很严酷的一个干旱哈。但是在这么严酷的干旱，如果大家再去回顾台湾以前碰到这样子连续5个月不下雨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那早就限水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红灯的这个阶段，所以就表示说我们的前瞻基础建设的水环境的等等这一些有很大的功能。这个我们也不可否认，我们连续3年没有台风进来，可是我们连续3年没有台风进来，我们减少了很多的损害，但是也因此而在水情方面就产生了比较紧张。但是这个紧张，我们现在因为这样子，大家日常生活事实上也没有受到很大的这些冲击，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超前部署的这些前瞻基础建设的水环境的建设。伫淡市水利局长甲严建树的干部当中，嘛了解全国类似的水资源回收中心已经有68座。市长吴伟霆强调，以盐控为例，到年底将增加到每一天4.1万吨，所以呼吁民众甲厂商会当多多利用。所以知道再生水比较贵，知道再生水要用再的。所以说，大家都想说怕麻烦，所以还是使用自来水。所以因此，台南市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相关的机构到一些工地、建筑工地或者是产业企业界，直接跟他们宣导使用。我们希望说，这个时候有再生水可用，大家要赶快来用。目前为止，台南市每天的再生水的供应量有大概8000吨，然后这个使用到2000多吨左右。当然，再生水就是来自加护加工的污水，所以伫中央甲地方合作，嘛将持续推动污水下水道建设，将水资源循环再生。台南新闻，阮是何乔芳采访报道。